好在台中市今仔日有影是真无平静哦，佮发生2件火灾，有一搭是伫咧台中大里的古早厝，警消人员是甲一个80多岁妇人人甲救出来，加在人是无安怎。另外一搭是伫咧台艺的工厂，同款是透早的时发生火烧，嘛加在无伤亡。 火烧甲食物乌烟呛对天顶，因为建物大部分拢是柴起的，火烧一个未收煞。消防人员有水线拍火，但是阁有一个80岁妇人人掉伫内底，消防人员紧抢救尾手伫厅头后壁的房间内刚救出来。那个女儿跟着去医院好不好？来，好，那我们在获报之后就立刻进行那个人员的搜索。那后来在第3面的房间的卧室里面有发现到民众，然后顺利把他救出。那救出的民众是意识清醒啊。 13半暝1点左右，台中大里这间大厝熊熊着火，消防人员出动8分队，甲火势控制掉。附近居民讲，平常时敢若妇人人甲外一坎好住伫遮，加在及时甲救出来。我们我都我来台中发工啦，叫我判叫称到精神我看啦。另外，伫台中大雅13透早6点左右也传出火灾，因为遮个工厂拢是铁厝，火翕伫内底乌烟呛甲规世界。消防员紧甲门拢互开，对内底喷水降温。 因为铁皮的散热它比较慢，好，那蓄热很快，那加上这个整个都是密闭的铁皮建筑，面积也很大。警消表示，因为铁厝工厂囤的物件拢足够着火，火着转烧对另外3间工厂。消防局表示，当时毋是上班时间，也进入靶场，确实无人受困。火势伫1点钟后受到控制，着火原因搁来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